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宜兰四界的福德庙开一间财神银行，今仔日正式开幕。民众只要按照规定申请，核对身份，拨着上杯，就会当摕到一包发财金100块。看那么多的钱啊！我们看到钱就见钱起来。桌顶贴一纸，搁一纸高度对现金。工作人员无印包红包，一包包一包，总金额有150万。相真侪信徒今仔日透早来跋杯赢财分。希望他们财气亨通啊，财气亨通。世界土地公庙财神银行今仔日结拜气氛热烈滚滚，民众依照规定申请对身份，拨上杯就当得到100块发财金的红包，毋过爱纳入会的费用，才当摕到认同的手册。每年想要马上有钱，民众拜拜望元宝。特别来到这求财运，因为庙里的土地公满1200两的金马，总计1600万。那用今仔日的金马价来算，是达超过2亿3000万。土地公的一个认同，敬神如神在。虽然现象敢若提供参考，不过平常时也求钱财的信徒就多，过年会愈多。另外，伫咧德山指南宫会当招发财金，元旦过年期间人会坐敢若到遐。金山财神庙同款有财神银行，过年时也嘛是人山人海。马上有钱。真侪民众希望透过神明的加持，加上家己的认真，伫咧每年附近买啊带路赚大钱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